早晨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晨光暖愛心冰冰讀聖經嘅時候。最近呢，朋友約咗我去行山，佢負責揸車，而我負責睇手機裏面嘅 GPS， 點樣可以安全去到目的地。喺 GPS 嘅引導下，我哋安全去到嗰個地方啦。同樣地，喺我哋嘅人生路上，充滿咗好多嘅掙扎，尤其是面對重大決定嘅時候，用盡自己嘅方法去分析規劃，但係往往都好容易行錯路。咁點算呢？有咩可以幫到我哋呢？今日喺聖經裏面，我睇到一段有智慧嘅經文，就好似我哋人生嘅導航系統咁。聖經咁講㗎，箴言3章5至6節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呢段經文，主再提醒我哋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嘅聰明。我哋嘅人生路上，並唔係靠自己嘅聰明點樣去計算同埋控制㗎，而係我哋真心信靠耶和華上帝，全然交託俾佢。凡事認定佢就我哋唯一嘅主，無論家庭、工作、財務或者人際關係上，都承認神嘅主權，神必帶領。只要我哋以神為中心，並且尋求佢嘅時候，佢就好似成為咗我哋嘅導航器一樣咁，使我哋喺人生路上更加清晰、更安穩。親愛嘅阿爸天父，我哋今日嚟到你面前，我哋衷心感謝你，感謝你，因為你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求你提醒我哋時常都要有一個敬畏你嘅心，學習懂得謙卑順服，尊你為大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多謝你哋今日一齊聆聽神嘅話語。如果你喜歡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我哋下次再一齊讀經禱告啦。願主祝福你，拜拜。